无仙姑。咱是要搁踮喺遮等偌久啦？你毋是干来遐啉烧酒尔，你烦恼遐济要创啥？嘿，啥物烦恼遐济？但你也毋是毋知啊，何建南伫博的感情是博真的呢。啊，这若继续搁博落去啊，后果是无法度通收拾呢。啊？我当收拾，咱敢有啥物其他办法是？嘿，一万一啊，何成哥若互伊真正的感动。也若搁动了凡心嘛，枉费着咱一片的苦心啊呢。敢讲你对何仙姑伊遐尔无信心？哎呀，这是足歹讲的啦！即摆世间人嘛，大部分的青年男女啊，拢为着这字情字啊，爱甲死来活去，真济哦。你是安那？敢若会晓笑尔嘿？啊？你就干来遐啉烧酒尔。我煞袂用干来样笑。啊！你若咧笑，互你去笑到有咧啦。以后吼，若发生啥物代志吼，你莫过来拜托我，吼，安尼就好啊。老七君，唔通遐容易生气。你无听着咧讲啥？一笑一笑，一怒一闹，爱较直笑咧，较会笑咧。咱若像你遐容易生气吼，会快老哦。好，我无爱生气，我要少年，无爱甲你生气。若讲老大人囡仔生哦，就像你这款的。我，我要互囡仔生，我无爱甲你争啦，争啊我也无烧酒通啉啦，甲啉嘛啉我家己的。有理，我应该来解决何建南的困难，对。老七君，你是要去倒？我要来办我的代志。办什么代志？免你管，本山林自有办法。老七君，老七君啊！无醋无味要哪食啦？啊！甘愿欠钱情破休。转来娶着歹某，这八卦加讲事故。啊，这个这么好的烧酒，啊，世间人若袂晓甲食哦，迄就是大戆人啊啦。少年啊，你讲安尼对啊毋对？对。啊，若安尼你甲我同讲，来，走啦。对啦，无要紧啦。一罐互你。几罐好啊？咱讲话会投机，啉无爽，啉无爽，干去，干去。
头早入去客栈，迄个贼啦，迄个面你敢看有清楚？伊时阵还佫一点仔光，我有看。啊，生就啥物款？人真大汉，力真大，动作果然真紧。杨波头，你想看？咱县内敢有一个生做安尼人？我想袂起来。只要我看到伊，我对咱甲指认出来。哦，大林啊，你的眼色真好。杨波头，我今日带你出来，是因为迄个人力真大，恐惊我一个人无才调应。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保护你啦。也佫有，根据我的判断，邓婆的命，咱应该对切刀杀人的方面去调查，才袂走偏锋。是，老兄弟啊，今仔我真歹势咧，搁互你请。人工吼，阮啊较好开的是，我请你。莫讲迄落有空无顺的啦，这小可代志嘛。来，今仔日哦，不醉不归啦。不贵。过来，过来，别位你莫说，我请。老兄弟，啊啦，我袂用咧乱走。人工吼，我则陪你啉一个爽快爽快。你有够三八，也无要叫你出钱啊！你咧惊啥？我若要请你，你若无我请，我会受气哦。来去，来去啦，无问题。杨波头，安怎？拢无看。错，咱真足注意过路的人。你讲听，也无爽啦，哎。就你这，你看哦，无问题，做你讲。行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尽量快点，不好意思。师弟，啊，杨波头，你就是凶手，紧走。奇怪，因为都看走入来，哪无看到人影？杨波头，在，赶紧，咱分头我出看下。是。这无安全，快点奔走。变忧愁，愁嘴巴安思休。人生自忙无缘求，快乐面咱自由，天天饮烧烧。哦，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那，你害我安尼变人反正。你即摆咧讲啥？我听拢无。这个时候，我另外找你死。无拢无，当然饮烧酒啉了更爽快，唔着搁继续来啉讲。是啦，那对无听见。我来啉烧酒，好你啉酒，你这比比，叫人哦，快死人哦！你快死人哦！叫人快死人哦！叫人哦！叫人哦！怕死人！来比你讲，杨波头，叫我抓起。是。你这靠我强，你也敢拍上杨波头？看你三米高，你想从啥？啊？你想从啥？啊？来，我跟你拼！不错，车两面，车两面。我唔是故意要抬死张文生，车两面。可，张文生是你杀的，你谁来要杀害张文生？车两面，车两面。经过，你谁来要杀害张文生？我就跋输脚，唔知手钱害人，哦，实在有够苦。张波头，在，甲绑起。是。少年兄弟啊，你功夫阁袂歹哦。是如来佛祖显圣，感谢如来佛祖显圣相助，才当互命真相大白，互罪犯受到应得的罪犯。杨波头，在，阿腾来。是。冤大，邓破命案，张雕凤、张文生，是毋是你杀的？大人写错啊，张文生确实错别所抬死的。
那代志写做啊？原来就是你，你这个凶手，你真是不是？你若这样的时候，不我不是命来，陪我不是命来。错，这是公堂呢。但是，请你啊主持公道，严办凶手。恶性重大，真是可恨。你竟讲出你作案的情形。迄暗，我走我转铺遐，秘伫门后壁，拄个小妹要叫因转去，因门一个开，我就冲入去收银两，伊就甲我杀开，我迄银两是安尼抹条条，唔好啊！我好，迄壁面要一夹刀伫遐，我杀起尾先通来拄落去，伊伫咧喝酒人啊，我见着银两抹抹，含小无摕，我就走去啊。原来就是安尼，玉清才会找无小婆。林玉珍，伊讲无看到小婆，我准是白贼，原来是真的。冤大，你谁人要提走小婆？我安尼做是要互人知影讲，唔知互人抢走偌济银两。你拄则讲的句句事实。大弟，拢是事实，请大弟写做。文生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啥要杀伊咧？你这无天良气事，你太是文生，你要好死啊！罗秀官，你对张文生的死还阁有啥物疑问无？好，张文生死亡案件阁有一段落，本府即马受理周桂芳为女儿林玉珍冤死申冤一案。大人，我的查某囝林玉珍，伊是互人困他成招，我要控告张某头张姐，伊严刑逼口刑，也要爱伊当刑。你有啥物证据？伊的血丝甲伊的颈针，迄就是证据。大人，我妈妈从来安尼叫人严刑过，你知无？因是安怎甲你严刑？三更半暝甲我拖出来，一直逼我大承认罪证，我唔承认，因就当刑，甲我拍我规身躯全伤，昏迷不醒。张宝头阿姨，知。恁谁人要当刑？这当刑哦，是为了要破案。这犯人哦，无拍伊袂招，请大人明察。谁讲破案一定要当刑？请大人下罪，下罪。大人下罪，小的当刑吼，那完全拢是听张宝头的命令。犯人一定要依照王法，袂用用严刑逼供。是，请大人原谅我这摆。小以后嘛唔敢。大人，你一定要主持正义公道，免害互你的上下。你放心，本府一定会秉公处理。你莫甲这个拢撒互我，害你真苦伊。苦的是你，我已经去害到足惨的啊！害你这小囝你啊！本府即马宣布，冤大，你杀害张文生，罪大恶极，杀人赔命。本府判你就地正法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张宝头，知。你严刑逼供，屈打成招，害林玉珍家己自尽，冤枉而死。本府命你马上撤职，而且判刑5年。请大人从轻发落。杜秀官，诬告林家母女重打20大板，以示处罚。大人了下，大人了下，我后摆唔敢，我袂讲，我袂讲啊！周桂芳，你坚贞守节，令人钦佩；林玉珍，好行感人，感动天地，见好女妇，以资纪念。感谢大人，害阮母仔囝的清白，用这个冤情才会当洗清。大人，我一世人永远感激你。以上宣判，即刻执行。迷迷情，依然听伴。将来相依难忘。陆生好事，功德无量。你甲你的田地，啊，搁你的家产，拢总捐出来救济。
真是我是足自悔。我不过是尽一点仔心力尔，上主要是受你的感化，我毋才想会开。可惜，阮玉珍已经无伫咧啊，也若无，今仔日看到安尼，一定会真欢喜。我相信恁查囝在天之灵，也知影一定会真欢喜。张文生，伊安尼一世人，对阮林家忠心耿耿，有幸煞来过生，即马剩秀官一个，一定真可怜。我想要来甲伊看一下，要无，麻烦你甲我看一下，哈，你做你去。阿哥，给，是阮带领你啊。这改做落雪大。林大人，把所有家产拢捐出来救济。阿哥，你的善良纯真影响到你四周的人，伊是受到你的感化。你明明就是花哥，你谁哪不爱相信？大人，我毋是花哥，我毋是花哥。你是。我问你是毋是受到什么刺激，所以才失去记忆，袂记得以前的一切？花哥，你甲我倒转来讲这段，你若过来我若嗲到宿顶，你自然就会想起来。大人，我确实毋是你所讲的迄个人，请你莫阁我是伊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唔肯甲我相认？大人，请你莫阁浪费时间，还阁浪费你的感情，伫这遮好。花哥，顺咱大人，你还阁有真侪责任，还阁职务要去做，我嘛同款，还阁有真侪工课爱我去做，请你原谅我，我都阁直接交替你。花哥，花哥。囡仔，囡仔，囡仔。秀官，是你的，我无变他见。秀官，过去的代志，莫阁提起啊。文生过身，我心肝嘛是真艰苦。你有需要我甲你斗相共无？啊？桂芳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害你受尽折磨，到尾就害玉珍自杀，害你即摆连查囝拢无。我毋是人，我毋是人，秀官。你不但不怪我，都还颠倒甲我斗相共，请你原谅我，秀官，唔通安尼，紧起来，起来，你互相拍算。你生死了，我啥物嘛袂晓，我嘛毋知我家己变哪个好。文生为着阮林家。遐尔啊忠心，为着当店来死，为着林家来死，所以我即马将林家的财产甲田园拢捐出来，当店嘛改做乐善堂。秀官，你会用去遐？桂芳姐，你对我真是足好，多谢你，桂芳姐，秀官。成哥，我想啊，我要来离开啊。成哥，真多谢你，这中间拢咧陪伴我。客气，你要去倒位？倒位需要我就去倒位。我要去普度众生。成哥，你安尼专心受道，造福众生，是长命功德无量。多谢你。
我若离开了，你就好好保重你的身体。我知影，你也保重。我来去。我嘛法官，一生要来普渡众生，做好人。林大嫂，林大嫂，我恳求照你的意思哦，把遐米拢送在区啊。多谢你，哦，你真辛苦。哎，你千万莫安尼讲。对啦，我听伊讲天回张家川遐，风台做啊真大，损失真济。啊对啊，我听人讲哦，找到东岛西歪呢。要无我麻烦你一下，遐个米，这个米，甲这个衫裤，麻烦你摕去张家村赈灾。好啊好啊，无问题。桂芳姐啊，哎，啊你是过来要创啥啊？哦，你做袂见笑呢？林大嫂因一个月互你害个遮凄惨，你搁敢来？好啊好啊，你唔通来啦，是我叫伊来的。秀官，过去的代志，莫搁想啊，也莫搁提起，哈。妹啊，拄我要去张家村赈灾，麻烦你好不？斗阵摕遐衫裤过去啊。好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个衫互你摕，啊我扛你，吼。无过年节，啊，阮就来吃啊，顺便啊。林大嫂，阮来啊。爹妈，花哥咧，花哥有伫个无？花哥，你是讲成哥已经离开啊？只有绵绵情，依然听伴。江南笑，依然我。伫路看到迄个查某囡仔，明明就是花哥，那伊唔肯甲我相认。讲我是做唔对啥物代志，还是讲唔对啥物话，所以花哥伊才袂甲我相认。看到我原来就做伊囝，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天啊！请你甲我讲，我到底是应该安怎做？花哥伊才搁倒转来我的身躯边。后公主，后公主，后公主，你莫搁啉啊！是的，你袂当了解我即摆的痛苦。我去看到花哥，我甲花哥是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也毋过伊为什么袂甲我相认？后公主，你已经酒醉啊，你莫搁啉啊！我无咧醉。花哥，伊上该了解我对伊一片的真情。若无花哥，我都无今仔日。不过为什么我即摆已经成功啊？伊我倒转来，搁来甲我相认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你救下我！后公主，你莫搁啉啊啦！成哥，你是安怎奈咧吐大气？酒，事件难失去理智，已经难登上仙班，也无得孝真回天庭的机会。讲起来，拢是怪我，
为着要修炼，要登顶山大道，唔知拜托小丁来照顾囡仔。如今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嘛是爱负责任才对。仙姑，你何必责备你家己？天顶甲人间，搁较安怎讲，嘛是无共款的啊。小姐，你别安尼讲，因两个算起来嘛是仙界啊，这是天比之关，这是满头仙珠。我对因当然是有所期望。仙姑，所有的代志，冥冥之中拢嘛已经有一个定数。你又搁何必为着这种代志咧烦恼？嘿嘿，啊，嘿，那真呀呀，你第时来，地主无去迎接，请你原谅。对，哎呀，好成哥，啊你甲我这个老酒鬼，也行去了礼数，安尼我会歹势啦。对啦，特别矜持的人哦，上界凊彩啊，拢嘛袂结先开。啊对，小青哦，伊这支嘴上甜啦。那我讲的拢嘛是真实的啊。好成哥，你唔免怨叹，这拢总是天意的啦。因两个拢总是凡人，伊也毋是神啊啦。伊会做这款代志，这是真平常的事啊。大前辈，因两个毋是凡人，因甲我同款拢对天庭下凡落来，即马看因无法度回天庭，你敢知影我的心情？这你放心，凡间若有七情六欲啦，这是真平凡的代志啦，你唔免为着这点代志咧看心。我知影啦，你总是袂当袂记恁过去迄段感情啦，但是啊，你要决心落去修炼，将七情六欲拢甲放好袂记哩，才有法度通加入着八洞的仙女，变成八仙之一。对啦，仙姑，若是会当排名八仙内底哦，迄是我二公认的代志呢。好成哥，你都爱忍耐啦，啊！当时啊，若毋是如祖甲我向玉帝甲恁求情，恁应该啊，都爱拍落汉奸，受苦轮回三世呢。老前辈，好啊，我无爱讲啊，我已经讲真济啊啦，哈！最重要，即句甲你交代，你绝对袂用甲何建南斗阵哩。啊，你是有慧根的人，你也了解哩，安尼知影吼？有代志拢总看我。老前辈。什么人咧哭？看来做出这款代志，小弟，你原谅我，真实的啦，都是我唔好，都怪我手嘴无术，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。我对不起我那妻，我对不起。是我唔好，我也真开心。小弟，你莫搁哭我啦！你哭我心足乱的。小弟，是我唔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负责任。我今晚马上就来甲阮阿爹讲。我知你是不敢要冒犯我并袂过，我真是袂过的。我跟他哥哥，我唔知要对阮阿姐来讲，我是要向我们阿姐交代。唉，昨天这查某囡仔是真好，也毋过，既然你做这款代志，你应该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。好看，咱只好赶紧将小丁甲带起来。我也已经结婚，也希望你会当成亲，
传宗接代。阿爹，我是应该爱负责，不过我是足对不起花哥的。花哥都已经死啊啦！无，花哥伊无死，也搁伫咧，是我对不起伊。讲囡仔嘞啊，你安尼对花哥安尼思思念念，你这款的真情，花哥若是伫咧天上，若是知影你安尼，伊会当原谅你一时的糊涂，你也免伤过自责啊。阿爹，花哥伊真是还搁伫咧。我一定要想一个了断其灭的办法，我袂用对不起花哥，而且我嘛要互雪顶一个交代。确实是一个真好的查某囡仔，嘛袂应该来亏待宿敌。我希望你会当早一日申请，我会通好朴素。来，你怎样是？好，我破病，麻烦你给我看一下好无？哦，好，来来，你这。都无安怎？啊，都啊，你是拄也无爽快是？阮头的人拢破病啊，我想我可能是去互感染着，所以我就无法度带过来这互你看，要无你到阮来兜坐好无？啊，好，来，我跟你来。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小弟，阿七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阿七，你骂我，你冤枉我无去，我啥无面通记你，你心比我好，阿七，你打我，你打我。小弟，你莫阁伤心啊！我再讲，这代志嘛是不用怪你。人甲鬼都袂敢结合，何况是人甲神。既然我甲囡仔袂当结合，囡仔啊，阁有你，拢是我上该亲、我上该关心的人。假使恁两个会当结合，我就放心啊。阿姊，我听你来讲，我实在足见笑的。你甲郝公主自细汉感情就足好的，恁两个才是一对，恁两个才是应该结合的。拢是我唔对，你放我，你阿姊，你放我。小弟，这拢是天意。只嘛我已经按善之礼，我袂用甲伊结合。我袂用笑闹天机，日后有真侪代志，恁自然就会了解，恁自然就会知影。阿姊，你知影无？郝公主足思念你，伊今晚每工都是笑笑笑笑。你是啉酒醉，才甲我当作是你，你都答念伊对你是一片真情。带去一面就好，一面就好，好，阿姊拜托，一面就好。小弟，袂用，我袂用甲伊记你，我的苦衷。阿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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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到，华哥，华哥，华哥，小弟，拄则华哥是毋是有来过？只有绵绵情，伊难听破。华哥，你谁若袂愿意甲我见面，就算讲我有1000个唔对，1万个唔对，我一时错乱，我对不起你，罪不可赦。我甘愿受害以死谢罪，我即马敢求你甲我见一面，就算讲死，我嘛会死了的瞑目。华哥，何公子。你莫阁责备家己啊！阿姊讲伊要甲你见面，是有伊的苦衷。而且昨暗的代志，你全部拢知影。伊已经拢知影，伊是安怎讲？你即摆竟然先灌身之体，伊要甲你见面，正是为伊的苦衷。所以，伊讲恁两个人无可能结合。我甲你无冤无仇，你谁人要抓我来？我抓你来是要引诱恁囝何建南。何建南，甲你伤心还伤心无？恁囝何建南是天顶天要饲阮下凡投胎。何建南是天要饲阮投胎？无毋对，我若食到伊的原神，会增加我真大的功力。你到底是啥人？你是安怎要安怎做？我就是五通神道了。假使我若食到仙界的原神，会变成神妖一体，到迄个时阵，就总管是玉皇大帝，也无我的办法。已经知影我是安怎要了你来吼？我拜托你，你放阮囝好无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放我囝啦好无？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啦，好无？做袂到。兄弟，暗下哪有这个笑声？你是啥物人？我是啥物人，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后头对我求证。你掠阮阿爹是要创啥？你去将阮阿爹放倒来！将伊放倒来，只要你对我，我就将伊放倒来。好，我对你。建南，不用你，你不用对去，伊是要治你性命的人。我先哥，你敢讲我的影输？老刘，我来倒大家。李总兵，你手。华哥，阮阿爹伫迄人的手头，我要来去救阮阿爹。来，公主，多量要治的是你的性命，你太掉袂要紧。只不过阮阿爹已经遐尼济岁啊，万一受到惊吓，有啥物三难两短，安尼敢是拢我的罪过？公主，你也毋知多量伊住伫啥物所在，你是要去对找伊？是啦。我嘛毋知影，只不过至少我要尽我的力量啊。即摆拢已经3更半，你若要找，等下暝才天光再找，你也是当休困，吼。先哥，咱先倒转来。华哥，你袂用走去，我有话要甲你讲，我要甲你解释。快不要紧，
你放手。华哥，华哥，华哥。酒暝暝情，伊难听破。情难舍，意难忘。咱的运气实在够好，就已经要得手，无代无志，卢东兵走出来阻碍，佮拍伤我的手。是啊，目睭金金，看到福建人对咱的手中走，我愈想愈唔甘愿。我也较唔甘愿啦。洪仙姑已经是半仙之体，假使若会当食到叶丸时，就会当增加我的功力，实在是真可惜。交在这个死老狗，还我伫咱的手中，免惊伊两个袂来。迄个老狗还佫困伫遐。喂，起来，莫多假困了。是毋是你拄则拍伊的时阵想过出力，你到即马还要来钱？人老我都无路用，我敢若轻轻甲拍一个尔，就分辨不出。哈，你实在我无路用嘞。那会无反应？哎呀，无在喘气啊！无在喘气。哈？怎有可能？你是家己做证。无采咱想尽办法，要甲掠转来遮，要利用伊来引诱福建人出来，才一声死啊！啊，就无法度引诱福建人出来。这杯你哪道长啉酒咧？对啊对啊，啊你会加重你的病情呢？是啊。你唔免安尼大声小怪啦，我这酒唔是汉简普通的烧酒呢，啊！我这个烧酒啊，有病治病，无病会当强身呢。我这若啉落啊，一福建效呢。唔是你啉讲嗨？喂，唔通死到酒到命途哦！呸！乌白讲你讲啥？乱来的乱来！哼！免来发生这个代志咧。我咧想，迄两个歹人一定是针对你来的。何公主，你家叫来较细腻的。啊对啦，我若即天受伤，应该是无。也不过地图顶有受到内伤。迄个叫做杜良的，三番两次想要对我下毒手。你甲迄个人搞什么冤仇死？无，我家根本就无冤无仇。伊谁人要安尼做，我嘛想拢无。我会记得阿姊捌甲我讲过，讲叫你着爱小心遐妖魔鬼怪对你的伤害。莫非迄两个人都是妖魔鬼怪？哎，何公主，你家己爱较小心的呢。我即马上该担心阮阿爹。也无安尼啦，咱来斗阵来找伊好。只有是安尼，也无咱甲等遮等嘛，毋是办法。啥人来可怜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。